新闻徛台湾要看世界，美国总统拜登20日伫加州一场募款会上啦，讲习近平是独裁者。这个消息一个出来，和中国外交部真正随调起来。伊批评拜登的发言是公开政治呛声，要带团访问中国的纽西兰总统嘛表示讲，伊无同意拜登的讲法。因过美国甲中国双方关系无因为安尼起风波，对了，这个拜登认为讲，伊甲习近平会面无受影响。美国国务院嘛表示讲，美国甲中国之间本来看法就拢无共款，唔免大惊小怪。美国总统拜登迎接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，两个人22号难得开联合记者会，不过现场记者明显是无将拜登真正的发言甲放袂记。Secretary Blinken had a great trip to China. I expect to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sometime in the future, in the near term, and I don't think it's had any real consequence. And what was your second question? 20号参加加州一场募款的餐会，提起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时阵，讲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，所无掌握到气球的状况，互伊感觉真歹忍受。这个言论嘛，互中国的外交部真生气。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、极不负责，严重违背基本事实，严重违背外交礼仪，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。是公开的政治挑衅。中国外交部对拜登的言论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反对。本个月25号会选领到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纽西兰总理，嘛真无认同拜登的讲法。Do you agree with US President Joe Biden's assessment that Xi Jinping is a dictator? No, and the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China has is a matter for the Chinese people. 拜登的言论，互外界认为美中的关系恐惊会出现问题。严格中国外交部21号记者会内容已经伫咧官方的网站内消息。那拜登认为无影响，美国国务院的态度嘛真轻松。President, the Secretary, we ha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the areas in which we disagree, including the clear differences we see when it comes to democracies and autocracies. 巴特尔表示，无论是拜登或者是布林肯，为着美国国家利益，未来永远会伫咧各项的议题顶悬明确来表态，捍卫自身的价值。有学者就分析，美中双方的回应，意思是想要避免破坏11月份 APEC 的拜习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